再来镜头转来，咱国来关心台北的艋舺最近有发生一件公车去压着轿车意外，警方去到现场发现60岁姓谢的公车司机有食酒，酒测报过，当场靠公车牌嘛，甲伊抓起来，移送法办。公车豆豆驶伫轿车后边准备超车，结果距离无算好，直接撞车。互后边骑机车人因为赶紧打单行一大条，警方赶到现场就闻到公车驾驶酒味，马上对伊进行酒测。超过来，拉前面了。60岁姓谢驾驶有酒后驶车前科，即摆家己准备药酒伫车顶啉，3点外钟就发生意外。客运业者爱负连带责任。警方除了靠公车牌照，主管机关也以驾驶酒后各当地相关罚交办。警方到场后发现谢姓公车驾驶身上散发浓厚酒味，所以对其实施酒精浓度测试，测试结果酒测值高达0.29，警方当场逮捕并扣缴公车牌照。车顶10位乘客虽然无发现驾驶问题，毋过驾驶无顾乘客安危，酒后驶车涵盖行为已经获公司开除。除了本化无去，暂限也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